我是刘祖庆，我今年20岁，即马伫台湾艺术大学读电影。我平常一个兴趣是看电影、游泳，还有听音乐。第3篇，天然的四修啊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国校6年，国中1年的迄个时阵，其实我对台语袂讲介练长，所以我去参加比赛的时阵，我的老师嘛是有甲我讲，你爱较食讲台语的。不过我就想讲，我伫厝就是已经足食讲台语啊，为什么伊个会甲我讲，你爱较食讲台语的？我了后发现讲，其实是我的腔有淡薄无成台语腔，听起来无遮尔练长，安尼。了后我去参加的时阵呢，我就是开始转去了后，我真正逐工拢甲阮爸爸讲台语。伊嘛是真欢喜，伊嘛是用台语甲我继续甲我讲话，所以就是安尼，我迄摆比赛其实讲起来是介顺利。刷落来，我要来介绍我准备朗读比赛的小撇步。第1步，查教育部的词典，因为咱要了解讲，伊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字，伊要安怎念。第2步，咱要去了解这个作者，伊咧写这篇文章的时阵，伊的心情是安怎？了解这个作者的心情了后，咱就会当加一寡声音的表现，加一寡动作，互咱的朗读听起来更较丰富。第3步，甲老师讨论，老师会互咱真侪建议，会当改善咱的表现。第4步是我家己的经验，我会伫洗身躯的时阵放教育部的录音出来听，顺续甲文章背起来。背起来了后，咱才袂因为伫比赛的时阵伤紧张，念唔到字。第5步，我会伫练习的时阵，家己录音出来听。伫比赛的前一天，我会去我要比赛的教室，选一篇念互阮老师听，互老师调整我的声音。上台前8分钟，我会阁想一摆这个作者的心情，甲家己放入去这篇文章内底。上台前1分钟，咱会当目睭闭闭，放轻松。各位评判先生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第24号，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第5篇。第5篇，勤俭较有底，浪费不成家。黄正辉。细汉的时阵，阮做人小弟小妹，拢着爱捡阿兄、阿姊，也是别人未穿伫的衫裤来穿。无细字，若互阿母看到阮无欢喜的表情，伊就会悄悄啊甲阮讲：勤俭较有底，浪费不成家。第一摆领到薪水，嘛唔甘买新衫来穿，要是穿阿姊因的旧衫去上班。阿母看到，
可能心内替我毋甘，问我讲：你一直穿人的旧衫，心肝头都袂艰苦。我们先开场灯，好，我们先开场灯。我之前在关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要试到的是它的那个。我即马就是咧读电影，阮平常时就是要一学期就是要拍一出电影出来，差不多10分钟、5分钟到10分钟的电影。我嘛是想要去学表演，所以我有去学表演。我即马咧做的代志呢，就是学表演加拍电影。参加台语朗读比赛了后呢，我感觉讲我伫即2件代志内底，我会当找到自信心，我会当袂紧张。会当较正确，甲我想要讲的话表达出来。其实伫我参加这个比赛进前呢，我若是要甲足侪人讲话时阵，我感觉讲我家己是会紧张的，会唔知影要讲啥物话。所以参加这个比赛了后，我会当更较确定讲，即摆我想要讲啥物，我会当更较好的甲表达出来。是吗？是吧？我们是先出去，然后跟各自第4个都是一起喊，第4个是5个吗？是对，第5个的时候你就是不敢看。有4个。即摆我咧做的代志就是，这学期我嘛是要拍电影，我阁有做另外一件代志，就是讲这学期我要演戏啊，我要做演员啊。因为我去修表演的课的时阵呢，就是有一个机会当互我做演员。我所要演的就是差不多是一个40岁的查甫人，伊去流浪，去足侪所在流浪，流浪转来了后呢，伊拄到伊初恋情人，所以我就是要演这个角色。我即马所做的准备就是，我即马就是有流喙鬚，我嘛是爱去学讲40岁的人，伊会安怎讲话，伊的动作是安怎，伊即马伊要想啥，这就是我即马所要准备的代志。因为我的目标呢是做一个电影的导演，我感觉讲一个好的导演应该爱去了解表演是啥物代志，所以我即马嘛是有开始在学习表演是啥物。对我来讲呢，做这件代志就亲像我之前在准备台语朗读比赛的时阵，我爱一步一步来完成。但是一步一步完成呢，其实离我的目标会当搁较近。我嘛会当搁较自然、搁较轻松、搁较好的去表现我即马想要做的代志。即马的我呢，我会搁较拍拼，向着我的目标一步一步慢慢仔行。或者甚至就是趴在这个设计在好。